哎呀，这皇后住的地方就是不一样，这才是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今晚你跟我就在这儿，好好的举杯邀明月。娘娘，您知道吗？今日啊，您同皇上手牵着手，一步一步地走出奉天殿，那气势真的是无人能及呢。我也是第一次啊，真切地体会到了唯我独尊、天下尽我的感觉。尤其是在文武百官的高呼声中，一个男人一生所求，也不过如此了。是啊，皇上他不仅拥有了天下，更拥有了娘娘您，而您拥有着皇上，总归呀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绿蝶，不给我泼冷水你会死啊！皇上驾到！你倒是很会享受啊！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今日你成了朕的皇后，朕高兴，便来了。他这是要泡妞的节奏，得赶快喊停啊！皇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我喝了好些的酒，这一吹风头还有些疼，怕是不能服侍皇上喝酒了。绿蝶，你不用乱找借口，朕在你这坐会儿便走，只想和你说说话。那说吧。朕9岁的时候，便知道以后要娶你为妻。很多人都觉得，是因我聪颖过人，乖巧懂事，成祖才授意先皇将我立为太子，好有朝一日登上皇位。其实他们都想错了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有一次，成祖带着我和九弟去了张家，看见了5岁的你，在园子里嬉笑打闹。成祖便起了童心，笑着问我和九弟，要不要和你一起玩。哎，那江妹妹呢？那个时候她在哪？5岁的时候，江氏的父母还并未双亡，她也还未住进张府。我那时贪玩，你也十分可爱动人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十分动心，便去和你一起打雪仗。老九那时比我懂事，说要陪着皇爷爷，不肯和我们一起玩。这样看来，你小时候也是一个贪玩、喜欢泡妞的小屁孩。哼，来。谁也没想到，从那以后，成祖便待我与其他皇孙大有不同。他说：“你是个可爱的小姑娘，谁要娶了你，便是谁的福分。”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？你不觉得你的性子像极了皇祖母吗？想必是那时我与你玩闹嬉戏，天真无邪，让成祖想起了他年少时与皇祖母相识的场景。原来如此啊！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人要学着向前看。您看，这天儿也不早了，皇上还是别喝了。你这是想轰我走是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
东北角幽兰殿，知道了吗？啊，回大明宫。是。娘娘！据可靠消息，皇上这些日子只去过幽兰殿，但是却从未在幽兰殿过过夜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打听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了？是奴婢擅自做主，替娘娘监控视听，绝不能让江氏那个小婊子抢了娘娘的风头。我升了职，你也跟着升了职啊？你这叫狐假虎威，你知道吗？还不是借着娘娘的光嘛！而且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娘娘您呐。奴婢跟娘娘可是一条心呐。不过你汇报的这些八卦消息啊，倒是有点参考价值啊。放心吧，娘娘，奴婢是不会做无用功的。皇后娘娘，后宫的几个娘娘来了，怎么又来了？说是让娘娘主持公道。退下吧。是。他们真是天天都能找事儿让我主持公道啊！真把我这当居委会了。绿篱，你去告诉他们，今儿周末我这居委会不办公啊，妇女联合会不联合，人家工作日再来。娘娘，您才刚掌管后宫没多久，还是先做出个以德服人的样子吧。啊，是吧？